如果再揀一次，我哋仲會唔會讀理大護理？原來我哋得到嘅比想象中多，唔止係讀書，學校仲支持我哋多元化發展。理大護理嘅學生曾榮獲多屆由創新科技署、匯豐銀行及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嘅創新科技獎學金，包括有2022年嘅 Hannah、2023年嘅 Killian 及2024年嘅 Eunice。另外，亦有多名同學獲得理大傑出學生獎及校長學生領袖獎。3年級學生簡俊傑係香港體育協會主辦嘅賽事，勇奪最有價值球員獎項。喺呢度，從臨床技能到領導能力，學校致力為每一位學生打造多元而個性化嘅發展路徑，選擇我哋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如果再揀一次，依然會選擇理大護理。